好歡迎各位咧，今日嚟到我哋呢一個文學史嘅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中文教育嘅專題講座同埋介紹。不如我問下各位來賓先啦，有幾多同學係而家讀緊中五或者中六嘅？可唔可以舉下手？都有，係。然之後讀緊初中嘅有冇啊？我有喎，係啊。咁快已經諗住大學嗰啲課程幾好。咁嗱，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就係最近我諗好多老師或者家長同學都好關心嘅，就係喺而家人工智能嘅時代，我哋老師中文教育嘅老師個定位係乜嘢咧？我哋係咪遇到好多挑戰咧？或者以後嘅中文教育咧，我哋係會發生咩情況？咁特別有好多人會問話：咦，而家人工智能發展咁發達，其實人工智能生成嘅文章已經寫得好優美啦。咁我哋點解仲要花咁多力氣去學習寫文章，或者話學習閱讀？到底係為乜咧？咁樣其實呢啲係好多人嘅，即係坊間好多人嘅即係好多人嘅憂慮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既係介紹一下人工智能如何會影響我哋中文嘅學習，或者係如果假如未來想做老師嘅中文嘅教學，亦都係回應翻，即係其實係部分，其實入邊嘅內容好多係我哋而家教育學院咧經過最近好多討論嘅一啲最新嘅研究成果，咁都順便咧同各位嘅來賓咧分享一下嘅。好，首先咧大家有冇見過呢個愛骨螺啊？有冇見過啊？有冇見過啊？即係如果你嘅譬如老人家佢嘅大腿肌肉唔夠嘅話咧，佢可以即係而家有啲機械人嘅新科技咧，可以裝愛骨螺，咁就可以幫助佢咧大腿更加之有力，咁步行更加之輕便。咁當然唔單止老人家用啦，即係科技係任何人都用得噶嘛。譬如話你要登山嘅登山嘅話咧，咁而家如果你翻去內地泰山嘅話咧，咁下邊就有一個地點咧，就你可以租愛骨螺係啦。咁如果你以前要靠隻腳去爬山咧，除非你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否則嘅話爬得都幾辛苦下。不過咧有咗愛骨螺之後咧，就爬得好輕便啦。愛骨螺係新科技嚟嘅，新科技一定係好事。咁但係我哋會假設一個情況啦，假設而家有個小朋友話：爸爸媽媽，我唔中意行路，行到太攰啦，你可唔可以幫我買個兒童版愛骨螺啊？等我行得方便啲咁樣。跟住咧，佢就慢慢依賴咗愛骨螺去步行啦。你覺得對兒童嚟講係好事定壞事咧？其實係壞事嚟嘅。點解啊？唔係話佢步行可以輕鬆嗱。當然，如果有特殊需求，譬如本身係有肢體嘅需要嘅話，佢裝愛骨螺呢個係無可厚非，作為醫療冇問題嘅。但如果係一般嘅兒童青少年裝愛骨螺咧，會有個好明顯嘅問題，就係因為兒童青少年嘅肌肉同埋身體喺度發育緊㗎嘛，係咪？如果佢好細個已經裝咗愛骨螺啦，咁結果係乜嘢啊？就係佢嘅大腿肌肉好難得到鍛鍊，好難得到發育嘅機會。佢長大之後咧，佢隻腳一定唔夠力㗎，一插咗愛骨螺佢行唔到路。咁所以而家就算我哋有愛骨螺呢啲新科技咧，我哋使用嘅時候都會因應情況。譬如你係醫療需要嘅可以用，譬如你係話長者佢步行冇力嘅佢可以用，或者話你做一啲特殊嘅任務，譬如你要搬科啊，你要爬山嘅話咧，你可以用。但如果你係一般嘅兒童青少年嘅話咧，其實係唔可以用嘅，因為咁樣會最終令到成長緊嘅兒童青少年嘅骨骼成長咧係受到嚴重嘅影響。同樣啦，我想問在座各位同學你哋而家做功課或者讀書有冇用 AI 幫手？有冇人工智能幫手嘅？其實都有係咪啊？都會有嘅。即係你老師問你，梗係話冇啦，係咪？但係你私底下諗下，你自己有冇用到？其實多數有。多數用係乜嘢情況啊？多數係乜嘢嘅環節度使用人工智能啊？譬如翻到屋企有咩情況用人工智能啊？數學啦，係數學用嚟做乜先？解決題目。解決問題係咪啊？我之前我問過一啲中學嘅學生咧，佢哋話通常做乜嘢咧？就係最簡單就係問答案咯，咪用個平板掃一掃個問題，然之後問請問答案係乜嘢啊？咁佢俾咗答案你嘅喎，咁你好似解決咗問題咯喎，係咪？咁或者話其他嘅學科有一啲難嘅嘢我解決唔到，或者我想慳時間嘅，我嗱嗱聲問人工智能，佢俾咗答案我咪解決咗咯，係咪？咁我咪呢份功課咪做得非常之好咯，咁咪攞滿分咯，係咪？
其實好似幾好喎，係咪？嗱，呢一種新科技出現咧，我哋唔會話抗拒佢，因為始終佢出現咗嘅話咧，我哋成個社會係邁向個人工智能時代咧，我哋唔可以抵制佢，唔可以抗拒。關鍵係咧，我哋要知道入邊嘅機會同埋風險。譬如喺語文學習嗰度，或者係任何嘅學科嘅學習嗰度啦。而家大家都會討論緊個問題，就係到底人工智能會唔會令人變得蠢咗啊？其實呢個嗱，正如嗱，如果發生喺成年人身上咧，其實係嗰個衝擊係相對，即係對於成年人嘅智能嘅衝擊咧，相對冇咁大，因為成年人已經成熟咗啦嘛。但係我哋必須知道乜嘢咧？人一出世去到人一出世咧，各個器官都係生長好啦，即係生長到都幾成熟啦。唯獨係得大腦咧，係一出世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個仲未成長完、仲未完成嗰個成長階段嘅器官嚟㗎。咁所以我哋廣東人成日以前話啲人咧，話啲小朋友咧，小 BB 仔咧，腦囟未生啊，其實唔單止個腦囟未生，係成個大腦都未生長好嘅。咁而人嘅大腦一定要去到青春期或以後，以至於去到成年階段咧，先至慢慢咧成熟，並且開始就定型㗎啦。咁所以人嘅大腦係不斷咁成長緊嘅，特別係兒童青少年階段。大家諗下啦，如果喺兒童青少年階段已經喺校內㗎啦，以佢作為一個人嘅生活，校內或者校外已經不斷使用緊人工智能嘅話，咁你覺得對個大腦有乜影響啊？其實個情況咪就好似你好細個已經用助行器去行路上慳啲力咁樣，結果你咪大腿咪生長得唔好個萎縮咯，係咪？同樣大腦都係兒童青少年，如果喺好細個已經大量使用人工智能咧，極之容易造成呢個叫認知外爆，即係我哋嘅認知過程本來需要思考，本來需要自己去做決定嘅，本來需要自己去做好多邏輯推理嘅，全部俾晒人工智能做晒。咁表面上好似好方便啊，但長遠嚟講咧，特別對兒童青少年成個大腦嘅發展一定受到極之嚴重嘅影響嚇。咁所以咧，而家全世界都問緊呢個問題，就係人工智能會唔會令到人變笨？特別係對兒童青少年會唔會變笨啊？所以咧，我諗大家睇人工智能覺得哇，佢威力無邊，的確係嘅，即係佢威力好大。但係咧，我諗個真正嘅話題，即係特別係我哋港大教育學院，我哋嘅話題從來唔係講人工智能有幾叻，因為人工智能咧其實成間大學都知嘅，個個都知嘅。我哋講緊係特別係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人工智能點樣更好地服務於教育，服務於我哋嘅老師同埋學生。當然啦，除咗話人工智能會導致我哋叫做認知外包之外咧，另外一個比較明顯嘅危機係呢個同人工智能有關係，但係唔係完全有關係。傳統我哋嘅所謂語文閱讀係睇一本書㗎嘛，係咪？但大家諗下幾個問題，特別係如果係爸爸媽媽啦，即係家長啦，即係作為成年人啦。我哋而家日常睇嘅文字，多數嘅載體喺邊度？我哋日常生活中其實係手機。而家有幾多屋企？你屋企有訂紙本嘅報紙嘅？有訂報紙，非常之好。係有冇屋企係訂報紙嘅？仲係多唔多？有，非常之好。但係其實香港多數報紙都即係你問下街邊啲報攤，你會知其實而家紙本報紙好少人讀㗎啦，或者紙本嘅書。多唔多家庭係讀紙本嘅書嘅？非常之好，非常之好。但係實際情況係咩咧？就係、是、你問下你去任何間書局去問，話到底圖書嘅銷售量近嗰20年有乜變化？其實紙本嘅傳統，我哋講嘅語文嘅讀同埋寫係以紙本為載體，以手揸住支筆去寫為一個主要嘅途徑。但係今時今日，多數嘅成年人咧，已經以電子工具作為主要嘅閱讀嘅載體，並且以平板、手機或者電腦嘅輸入法作為主要嘅書寫工具。我哋讀同寫嘅生態係激烈咁變化緊嘅，而紙本嘅閱讀或者揸住支筆去寫字，係不斷喺我哋讀同寫嘅生態入邊不斷咁樣咧向後退緊嘅。咁你話喂，
咁我哋做教育工作者，我哋應該點樣做？我哋係應該擁抱呢一種我哋叫做電子數碼科技嘅閱讀同寫作啊，定係話唔得，我哋要抵制佢？其實我覺得咧，即係話分兩邊嘅，即係我哋港大都有都有一個團隊咧，係專門研究線上閱讀啊。咁之後成個香港嘅線上閱讀咧都會有我哋港大做好多相關嘅工作。但係真正個關鍵係乜嘢咧？就係當我哋透過手機、平板或者係電腦去睇網頁、睇文字，或者刷抖音、睇短視頻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文字嘅經驗係好碎片化嘅，好短嘅。呢個係電子數碼時代閱讀，即係特別係線上閱讀時候，呢個好明顯嘅特徵就係好碎片化同埋好短，好難有好長篇嘅閱讀㗎。就算你睇個網頁，個網頁有幾長？最長你都係多數係3至4分鐘之內已經能夠睇完一個網頁㗎啦，好少話呢個網頁咧真係好有趣，等我讀3個月先，你唔會嘅，你唔會嘅，好少嘅。所以我哋成個閱讀咧喺度碎片化，兼且咧，因為隨住多媒體嘅發展咧，成個閱讀咧文字同埋圖像咧，圖像嘅傳遞信息慢慢係超過咗我哋傳統嘅文字嘅信息㗎啦，已經嗱呢個咧並不是壞事嚟㗎，呢個並不是壞事，呢個係好事嚟嘅。只不過與此同時，我哋關心嘅唔單止係一個媒體，或者話我哋喜歡電子一定喜歡紙本，而係對於特別兒童青少年個大腦嗰個影響係到底係幾多？呢個先至我哋想關心。嗱，咁所以咧，我哋啱啱提到啦，無論係人工智能或者係多媒體或者係各種新科技。真正個關鍵唔係一個好片面就話邊一個係好嘅，邊一個係唔好嘅，或者我哋中國人我哋要守衞傳統，我哋一定要推廣紙本嘅閱讀，我哋抵制數碼科技，我哋唔會咁樣做，因為時代不斷嘅在變，同埋數碼科技的確有好多優勢咧，係紙本做唔到嘅，所以我哋咧關鍵咧並不是話二元嘅選擇，非此即彼，唔係話我哋擁抱紙本就反對新科技，或者我哋擁抱科技就反對紙本，唔係呢個非此即彼關係。真正個關鍵喺邊度咧？亦都係我哋港大教學院而家經常提倡嘅，就係個我哋叫做協同啊，即係人如果係講緊數碼科技嘅話，就係人同埋數碼科技點樣去協同，或者個紙本同埋線上閱讀，或者係數碼閱讀點樣去協同。然之後，假如去到人同人工智能咧，真正個關鍵唔係人工智能有幾叻，我哋點樣用盡晒人工智能所有嘢，而係人同埋人工智能互相之間點樣去協同，點樣去協作。點樣去互補不足？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關鍵嚟嘅。咁而事實上咧，呢個已經係前線發生緊嘅趨勢。好多嘅學生或者老師當使用人工智能嗰時候咧，往往會抱有一種比較相對二元嘅睇法，覺得我一係用，一係就唔用。其實關鍵唔係用唔用，其實最終你都要用㗎。關鍵係點樣達成一個我哋叫做協同嘅效果。協同意思係咩咧？就係人類以人工智能係作為自己嘅伙伴。佢最終人工智能佢雖然有個科技，但係佢呢一個科技佢同其他以前有科技嚟，佢最終咧唔會只限於一種工具咁樣存在，佢係會以一個人類嘅伙伴嘅形態存在嘅。包括機器人機器人同人工智能雖然唔係完全掛鈎，但係我哋都可以視為同一類，即係未來嘅大趨勢啦嚇。機器人、人工智能呢一啲咧，最終係會成為人類嘅伙伴。而唔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好似手機呢啲咁嘅工具而真正嘅關鍵咩咧？隨住人工智能不斷咁樣擴張同埋發展嘅時候咧，我哋係要開始去諗人類點樣同人工智能更加之好咁樣去協作達到咧優勢互補，共同達成目標嘅關係。咁當然啦，協作嘅形式好多種啦。譬如你可以完全人類主導嘅，譬如而家我用手機冇人工智能嘅話，咁完全人類主導啦。或者話人同埋人工智能互相協作啦，或者話主要俾人工智能去做啦，人類做監督嘅，人類做監督嘅，咁就即係主要流程由人工智能做晒㗎啦。咁就我就唔使諗㗎啦。咁但係人類就負責去做一啲重要決定，就撳下掣啊，簽下名咁樣。咁最後咧一個最人工智能化嘅時代咧，就可能人工智能咧已經轉換晒多數嘅內容㗎啦咁樣。咁我哋預期未來而家我哋人工智能咧，多數仲係人類主導嘅，即係譬如話我有問題，我問豆包請問香港大學邊度有嘢好食啊？跟住人工智能就豆包話你知呢度附近好咩好食咁啊？呢個人類主導嘅人機協作，
我而家又做咗份功課啊，我份功課咧我要諗一個主題，我諗唔到喎，我希望人工智能俾啲靈感我，跟住咧我寫完個句子，我唔知通唔通順喎，我問下人工智能有冇改善嘅建議，呢個人機協助。咁但係咧，隨住科技嘅發展咧，或者大家已經聽到有啲比較前沿嘅人工智能咧，已經去到係人工智能自主去進行工作，人類負責監督，以至於已經開始有部分咧係人工智能咧已經能夠自己運作，而人類咧基本上可以退場㗎啦。所以你有不同模式嘅人同人工智能嘅協作嘅關係嘅。咁關鍵就係喺教育嘅場景之下，我哋會選用邊種嘅協作模式，同埋各自有咩利弊。簡單嚟講啦，喺學與教入邊咧，有4個基本嘅原則嘅。因為我哋真正關心嘅唔係用幾多人工智能，或者唔用幾多人工智能。我哋真正關心嘅係乜嘢咧？真正關心嘅我哋係兒童青少年大腦認知嘅成長，包括語文能力嘅成長，呢個先我哋最關心嘅。所以我哋判斷嘅原則係，如果對於學生嘅學習，佢大腦嘅認知係有幫助咧，呢啲就係用得好。如果對學生嘅成長同埋大腦認知發展係冇幫助，以至於有害咧，就係用得唔好。簡單嚟講就係咁樣。所以有幾個核心原則乜嘢咧？第一，暫時喺而家學校邊咧，依然係堅持以人類主導人工智能去協助嘅。並且係要教識學生，我哋叫人工智能素養，識得去自己去判斷自己用嘅人工智能用得好定唔好，用翻啱啱講原則啦。第二，以前作為中文老師咧，即係我唔知在座有冇中文老師啦。以前我哋作為老師咧，經常淨係考慮我點樣，我作為老師點樣教。但隨住人工智能發展嘅時候咧，正如啱啱講啦，嗰個原則係到底我哋用各種嘅教學方法或者使用任何科技，對我哋作為兒童青少年嘅學生，佢嘅大腦成長、認知成長係有益定係無益？呢個先關鍵。所以未來人工智能時代咧，我哋將會更加之強調學生點樣學，而多於關注老師點樣教。如果學生能夠自學，其實老師係可以退後少少，呢個冇問題嘅。咁當然如果在座各位在場有家長，你哋係老師，你哋識車呢啲道理，我哋以前都知啦，係咪？其實好多教學嘅原理咧，大家都知嘅，並冇一啲新嘅道理出現嘅。只不過咧喺傳統嘅教學方式入邊咧，就算我有時候教學用翻啲傳統方法，唔係咁考慮一啲我哋叫教育科學嘅道理咧，你嘅教學都唔會有好大影響嘅。你都可以繼續背書，你都繼續去內地話刷題，即係啲應試教育冇問題㗎，即係你都生存到嘅冇問題。學生生存到，教師生存到，家長又好開心，學校又好開心咁樣。但係喺人工智能時代咧，我哋講咗好耐嘅教學原理或者教育科學嘅原理咧，佢嘅威力將會非常之明顯因為人工智能係不斷衝擊緊我哋教學嘅場景，而最終企得住嘅係有以我哋叫堅實嘅教學法原理支撐嘅學與教。如果唔堅實啲，嗰啲就會好快俾人工智能推冧㗎啦。咁所以咧，另外一個就係啦，重視學生嘅思維過程，而唔係單單睇答案同埋學習結果。梗係啦，因為結果你隨時問人工智能佢俾到你㗎嘛。所以而且我哋要重視培養學生嗰個智力認知嘅發展，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關鍵。所以佢一次答案係啱同錯，呢個真係唔緊要。係佢點樣去思考，點樣去學習，呢一個先至係更加之關鍵嘅重點。正如啱啱所講啦，呢啲先至關乎我哋小朋友、青少年嗰個大腦點樣去發育嘅。咁當然啦，最後一個啦，為用而唔好為用而用，要適當選用。所以你會見到咧，如果在座各位係讀緊書嘅同學咧，你可能仲體會唔到個變化喺邊度嘅。但如果你哋係家長或者老師咧，其實個變化將會都幾明顯嚇。將會幾明顯啊！好，咁自然好多人問啦，喂，你成日都話喺人工智能時代教學一定要促進我哋學生嘅人類嘅認知發展，咁咩叫做認知發展啊？咁同埋都好多人會問，咁其實如果咁樣，即係老師會被淘汰，即係我諗大家好關心，特別想做中文老師都好關心咁到底我哋老師會被淘汰，俾人工智能淘汰咧？簡單嚟講咧，老師喺人工智能嘅時代將會擔當一個比以前更加之關鍵嘅角色。點解啊？因為隨住人工智能不斷咁樣去擴大使用嘅時候咧，啱啱所講嗰個認知外包嗰個情況將會越嚟越明顯。而啱啱提過啦，如果喺兒童青少年時期發生認知外包嘅咧，係
幾乎一定導致我哋小朋友嘅整體嘅認知同埋智能發展咧，係會比唔到上一代嘅。所以其實而家已經學界有人提緊咧，到底如果人工智能全面使用嘅話咧，我哋呢一個世代嘅人類啊，其實可能就係人類史上最後一代智力正常嘅人類嚟。咁下一代開始，再下一代開始咧，如果認知外包大規模咁發生咧，以後下一代再下一代，普遍嚟講，人類嘅智商可能會比較低，即係比而家低，慢慢變低嘅。咁其實呢個咧，咁所以老師講啲咩？老師就係要力挽狂瀾嚇，即係我呢個朋友話，哇咁即係拯救人類文明，我哋什麼程度都係嘅，即係我哋係要拯救人類文明。不過拯救人類文明啊，就係我哋要確保喺人工智能時代，我哋小朋友學生嘅智能係得到正常嘅發展。以至於超越前人嘅發展，而唔會被認知外包，導致佢哋智能成長得好慢，以至於倒退。呢個係老師一個非常之重，將會係未來世代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責任啊！所以傳統嘅學與教嘅模式咧，有大量肯定會被淘汰，因為嗰啲可能對於小朋友嘅智能嘅發展咧，相對係低效，以至於無益嘅啊！唔知在座各位喺中小學讀書有冇？啲工作紙咧，全部都填窿窿，有冇啊？即係我唔講啦，即係嗰啲，你覺得對小朋友智能有冇好處啊？其實冇乜好處，應試嘅咋啊？呢啲其實對小朋友智能無益嘅嘢咧，其實一定會喺人工智能不斷成長之下，你一定會被淘汰。因為呢啲填窿窿，你問人工智能，佢表答案你㗎嘛，係咪？咁又對佢認知冇發展，咁做嚟做去啦。好，咁跟住啦，真正關鍵就係我哋要了解，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或者係教育學院，我哋研究嘅係要知道啊，到底我哋成日話要發展小朋友嘅智能，到底所講嘅具體係乜嘢？呢一啲嘅道理咧，我哋喺教育學院咧係屬於叫做教育科學或者叫學習科學 （science learning） 學習科學嘅範疇入邊嘅。而學習科學表面上好似同中國語文學習冇乜關係。但係喺未來呢個世代咧，必然係會緊扣並且發揮佢嘅好強大嘅威力。咩叫做人類智能發展咧？簡單嚟講啦，嗱有啲大家會知嘅，學習動機啊、執行能力啊、問題解決啊、概念嘅建構，呢大家容易理解。工作記憶係咩咧？即係你一時同一個短時期能夠同時處理好多嘅資訊嘅能力嚇嘅能力嚇。有啲人咧可以同一時期做記憶不同類型嘅資訊嘅。好多不同細碎零碎嘅資訊，有啲人唔得嘅咁呢個就叫工作記憶。但係真正我覺得最關鍵咧係呢個叫元認知。咩叫元認知？嗱，聽上嚟好大上啦，係咪？即係話一個聽唔明嘅科學術語。簡單嚟講咧，就係我哋唔單止要學識一啲嘅知識，我哋要開始問我哋係如何學習呢啲知識，開始自己去檢視我係點樣學習嘅嚇。呢一啲咧，亦都唔係新嘢嚟㗎，因為教育局喺20年前已經同全香港嘅學生家長同埋老師講，我哋學生要學會學習，有冇聽過？學會學習 ，learn how to learn，學會學習或者話自己同學自己去不斷去了解自己嘅思維過程、邏輯過程、學習方法呢一個能力。喺人工智能時代，對於人類嚟講係至關重要嘅啊！呢啲就叫元認知，知道自己點樣學習，知道自己學習到乜嘢階段，知道自己係點樣思考嘅能力，呢個叫元認知。其實仲有喺教育心理學仲有好多類似咁嘅術語，個元啊，元係英文咪叫 meta 啊，咁即係你知而家有間好大嘅公司就攞呢個做名嘅，佢就攞咗呢個元嘅概念。咁譬如我哋有所謂元感受嚇，咩叫元感受咧？普通感受，譬如我開心唔開心呢啲叫感受啦，係咪？但如果你喺個元嘅感受係咩咧？就係我知道我自己點解會開心，我感受到點解我會有一種感受，呢啲叫元感受嚇。咁同樣認知一樣啦，我知道自己係點樣學習嘅，我知道自己嘅知識從何而來嘅。我知道自己係而家學到幾多，我將會點學，應該用咩方法？呢個叫元認知，呢個能力將會極之關鍵啊！然之後內化語言，內化語言係咩咧？嗱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咧？可能你個班入邊咧，好多同學坐埋一齊，大家好安靜去聽書。點解最終有啲同學學得特別快，有啲同學好似慢慢地嘅，即係比較慢嘅咧？當然有啲同學本身就叻啲，有啲同學天生就需要多啲用功
啦咁樣。嗱，一個其中個關鍵就係咧，我哋內心經常會模擬一啲場景，或者去思考，反覆去切磋一啲嘅諗法喺自己大腦入邊發生嘅，呢啲就叫內化語言。喺一個班入邊，如果同一個場景大家都好安靜坐喺度，隔同學內心波平如鏡啊，即係死水一片嘅話咧，佢聽完嘅話咧，其實佢學到就係聽到嗰啲嘢咯。但係可能粵同學佢表面上都好安靜喎，但係佢內心咧已經不斷去反思、不斷去思考、不斷去咀嚼內容，甚至於當讀緊個故事，佢個故事場景已經模擬咗10萬次嘅話咧，其實佢嘅大腦模擬出嚟咧個經歷咧已經係好豐富啦。所以咧呢啲叫內化語言，就係一個其實有啲係自我對話、自我思考啊、自我去不斷反思嘅一個能力。呢一個能力如果培養得好嘅話咧，亦都係能夠令到人類智能發展得好嘅。所以去到呢度，大家會發現到啦，真正同我哋未來學習最關鍵嘅，除咗點樣更好地使用人工智能，我哋必須考慮點樣更好地發揚同埋發展我哋嘅人類智能。所以喺人工智能時代，個焦點應該係人工智能啦，定係人類智能啊？佢都大家明白係人類智能。人類智能靠邊個發展啊？靠老師發展，靠一個人嘅老師去發展，呢個好關鍵啊！嗱，舉呢個為例啦，舉呢個為例啊，火燒紅中學讀緊中學同學有冇讀過呢篇文章？應該讀過啦。火燒雲啊，火燒雲係我哋經常教描寫景物變化、動態嘅景物變化，呢個係個最優秀嘅文嚟嘅。如果傳統學校嘅教學模式多數係點樣嘅咧？簡單嚟講就係介紹背景，然之後咧介紹文章，然之後話嗱呢篇文章咧，我哋要學識呢個動態嘅景物描寫手法。好，大家讀有冇字詞唔識，跟住解完之後開始我諗未必分段啊，分部細讀。然之後咧勾勒入邊嘅修辭手法，然之後探討入邊嘅深層次嘅文意。然之後點樣啊？讀完之後就要寫啦，跟住大家就模仿呢個嘅描寫手法咧，就寫自己嘅文本。呢個係傳統做法嚟嘅。呢種傳統做法咧唔係唔得，但係咧喺未來人工，即係其實而家已經發生緊啦。喺不同讀、解同埋寫嘅環節咧，其實學生如果有用手機用豆包嘅話咧，佢有好多嘅環節咧，佢自己唔使做嘅嘢，佢俾晒 AI 做晒，咁就搞掂㗎啦已經。佢甚至如果知道最終係寫篇文章，咁我晨早流流就叫 AI 幫我諗定篇文章寫埋出嚟，咁我屋企背幾次翻嚟咪寫咯，搞掂啦。咁最終佢學唔到嘢，學唔到嘢啊，因為 AI 幫佢認知外包晒啦嘛。咁如果係一個能夠真係防止認知外包，同埋促進學生自我原認知成長，即係包括自我監控、自我去考察自己嘅成長咧，個模式咧會係發生係會咩樣咧？其實變化唔會好大嘅，即係我哋唔好想到個翻天覆地嘅變化，係一啲細節嘅微調已經能夠達到咁樣嘅效果。呢個可能就係未來嘅教學模式嚟㗎啦。第一嗱，當然有啲前期嘅都差唔多啦，係啦，知道教學目標啦，知道多感官嘅景物描寫啦，等等咁樣自然景物嘅變化過程啊，清楚嘅時間順序等等。咁課前準備咁，除咗多咗 AI 之外咧，其實多數都係差唔多嘅。好嗱，但係咧，如果係一個促進原認知嘅策略之下咧，我哋一開始唔係叫學生讀嘢，叫學生先寫先，喺課堂抌開晒手機，抌開晒嘢，先做一啲簡單嘅預備嚇。觀看颱風來襲香港嘅影片，然之後去諗啦，到底有咩明顯嘅家境乜變化咁樣？咁然之後咧，可能咧學生問人工智能咧，就係問佢，唔係問點樣寫，而係問可以從邊啲角度去觀察環境變化，而唔係具體問佢點樣寫。點解啊？因為要培養我哋嘅同學開始去思考描寫嘅方法、認知嘅方法，而多於一個生成嘅結果。所以老師俾學生嘅提問，未來會大量係呢一類型嘅提問，而唔係直接問學生有咩詞語可以用啊？你可以點樣寫？唔係問呢啲嘅，係問佢你用乜嘢方法、用乜嘢手法，你可以寫到呢啲咁嘢嚇，或者可以揾到相關嘅資料啊。要了解學習嘅方法。獲取知識嘅方法多於獲取得直接攞到知識嘅本身啊，然之後點樣咧？直接抌開晒全部手機，先請同學寫，隨便寫啊，初稿寫作，唔使刻意追求修辭文采，
咁學生同學寫嘅時候，如果在座各位同學，你覺得你會寫成點啊？有啲同學已經好叻㗎啦，咪寫到哇，寫到洋洋灑灑好靚。有啲同學咧就係卡住，跟住佢會覺得唔開心嘅喎，係咪？啊，呢度唔識寫，嗰度唔識，哎呀無從下筆喎咁樣，唔緊要，盡量寫得差唔緊要。點解啊？我哋啱啱提過原則，追求過程多於追求結果，呢個好緊要嚇。咁然之後咧，要求學生係要分享自己寫作時候遇到嘅困難，同埋了解自己寫作時候遇到困難嘅感受啊，都係一樣啦。重視過程多於結果，可以問 AI 嘅，可以問 AI，你可以自己親身體會到寫文章嘅痛苦之後咧，你先至問人工智能，根據我呢個文本，可唔可以提出2個幫我改善描寫嘅問題？你見到嘅都唔係直接問佢改答案，請幫我改咗佢啦咁樣。交通上唔係，你要提出一個提問俾翻自己嘅，同樣都係要出進學習嘅方法多於直接攞個答案。然之後咧，先至係入到去課文，先寫，然後讀。第一次讀係初讀，初讀點樣讀啊？傳統方式都係直接解文意解字詞呢啲嘢。課後而家有 AI，你課後準備、課前準備你自己做到㗎啦，係咪？使乜喺課堂花時間？點樣做啊？要做一啲人工智能做唔到嘅嘢。請學生翻到屋企嘗試朗讀火燒雲。咩叫朗讀火燒雲啊？譬如中間呢一段，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嗱，香港咧傳統嘅朗讀模式係咁樣嘅，有冇同學想試下？定係時光我試下啊？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一會兒紅彤彤的，一會兒金燦燦的，似咩啊？呢個似咩？似南無佬。但係香港真係咁讀嘅喎。如果俾學生任務嘅話，要各位同學翻到去自己去揣摩呢一個段落嘅一種情緒同溫度。你唔好話呢個嗱，呢個唔係故事嚟㗎，呢個即係呢個唔係個記敘文，係一個描寫文。就算描寫文，你都有情緒同溫度㗎嘛，係咪？如果譬如呢一個段落，我哋要用一個形容詞形容呢個段落，俾到你作為讀者嘅感受，你用咩形容詞嚟感受？有冇同學可以講個例子，講個形容詞出嚟？有冇啊？俾唔到，有冇啊？嗱，我隨便講過啦，可能甲同學話係溫馨，嗱，呢個冇標準答案㗎。乙同學可能話係耀眼咁啊，即係隨便啦。好，咁假如甲同學話呢一個段落嘅文字係俾佢一種溫馨感覺，你嘗試將呢個文字讀出一種溫馨感覺出嚟啊！係啊，你可以點讀啊？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一會兒紅彤彤的，一會兒金燦燦的，係咪一種溫馨感覺啊？咁如果乙同學話唔係，我覺得呢段文字咧係帶有一種咧令人覺得哇即係有少少驚訝感覺嘅，咁你讀出驚訝感覺出嚟咯。這地方的火燒雲變化極多，一會兒紅彤彤的，一會兒金燦燦的，一會兒半紫半黃，一會兒半灰半百合色，呢種有少少驚訝感覺嘅。呢啲係人工智能去到今日都未必做得到嘅，我哋就要俾同學去做。讀完之後，其實好多同學佢自己內心揣摩呢一個文字嘅情緒同溫度，揣摩得幾次讀多幾次，其實文本嘅表層同埋初步嘅心神，其實佢已經有初步有啲感悟㗎啦。呢個時候先至翻到去課堂，集體一齊去討論入邊嘅感情嘅景物嘅變化同埋情感。同學咧自然好快能夠見到，以自己作為讀者嘅本體，見到入邊嘅溫度係乜嘢嘢，然之後先至教一啲必要嘅，譬如時間順序啊、多媒體、多角度嘅描寫啊等等咁樣。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結尾嘅時候咧，都係要俾學生一直扣住一個問題，就係我從蕭紅呢篇文章入邊，我學識乜嘢嘅方法。對於我之前第一個課節，哇寫到令我有啲痛苦嘅文章，有啲乜嘢係我能夠喺度遷移，係可以令我文章寫得更加之好嘅。所以之後咧，先至係再進一步咧，我哋可以類似方法咧，做字詞提煉啊、修辭運用啊等等咁樣啊。咁當然有好多方法都可以透過 AI 去幫手啦咁樣。但真正個關鍵咧係去到讀完蕭紅之後，我哋翻去
自己文本嘅寫作。其實一直第二、第三個課節咧，一定係會扣翻自己嘅寫作，即係學每個同學真正嘅目標係要寫好一篇文章。佢帶住呢一個自己嘅任務去讀人哋嘅文章，咁樣嘅話，佢帶住一個目標去讀嘅時候咧，同老師直接教佢一系列嘅硬知識點去學咧，個效果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咧，最後咧先至係要求學生運用所學技巧進行修改。咁樣咧，然之後咧，仲有好多方法嘅，譬如可以同柴互評啊，互相俾建議啊，或者可以請 AI 喺自己初稿同埋完成稿寫完之後，先至問 AI 再俾建議，作對比、標注、修改，咁最後咧朗讀自評等等咁樣呢啲方法。所以你會發現到咧，其實好多嘅大嘅模型咧，同而家嘅教學模式係冇乜分別㗎。但係你發現咧，一啲簡單嘅稍微微調一下，主要兩點。譬如係我哋以後嘅閱讀，可能係帶住一個目的，帶住一個自己作為本體讀者嘅立場去讀嘅，而唔係老師教你點讀你點讀。學生嗰個自我知識應用權都比以前大好多啊！所以成個教學環節會先讀，然之後先寫，再讀，再寫咁嘅結合。可能仲可以加好多嘅，譬如一啲戲劇元素教學法啦，包括話朗讀啊，包括其他嘅活動啊等等，都係能夠促進到關鍵兩點。第一，學生係能夠重視學習嘅過程多於結果；第二，學生係不斷咁樣去檢視緊自己係如何學習同埋學習到幾多嚇。呢兩點一做到嘅話咧，成個教學用人工智能，或者唔用咧，都能夠做得好，達到個我哋啱啱講嘅優秀協作嘅效果。其實呢一個就係而家我哋提供俾坊間嗰間學校嘅一啲樣本嚟嘅。咁當然啦，大家會問：咦？咁其實都係同以前教學都係差唔多。嗱，當然啦，我哋覺得咧，隨住人工智能不斷發展咧，我哋嘅讀同寫嘅學習任務將會繼續發生變化。所以啱啱咧，只不過嗰個大嘅模式冇變到，只不過係一啲教學環節嘅微調，能令到成個教學係適應到人工智能時代。但係隨住人工智能再進一步發展，必然再繼續衝擊成個我哋傳統教學模式，即係話篇章短篇嘅學習，要讀要寫，然之後要考試嘅模式。然之後，如果我哋將啱啱嘅原則用得更加之透徹咧，而家一篇課文一篇課文嘅教學模式係近乎一定會變嘅，一定係好難繼續生存嘅。而取而代之係乜嘢啊？真正能夠令到我哋嘅學生嗰個語文同埋嗰個認知明顯成長嘅，除咗係教學模式嘅微調，真正令到我哋成長咧係深度閱讀，即係話可能喺1年至5年之內，會有更加之多嘅學校會將而家坊間嘅課本擺埋一邊，唔係話唔用可以用，但係可能會直接攞一本書作為小朋友嘅教材，我哋一齊睇書，成本書睇，而且有可能就係點做啊？嗱，我哋啱講過，人工智能嘅使用最終係為人類服務，我哋係講嗰個協作幾時用幾時唔用，所以有可能乜嘢咧？30分鐘嘅課堂，一開始老師稍為鋪墊，然之後就真係要全部同學擺低手機，擺低嘢，安安靜靜，大家深度認真地去讀一本完整嘅書。嗱，比呢本書咁厚啦，可能一個章節啦，一篇比較長篇嘅小説啦，而唔會係單篇嘅課文，唔會有好多填窿窿同埋問題，嗰啲後邊會有嘅。但係中間真正關鍵咧，係要由我哋嘅同學，我哋在座各位自己真係攞起一本書，認認真真花時間浸入去讀。呢個一定會喺未來嘅課堂發生嘅。呢一個模式咧，其實亦都唔係新嘢嚇，即係我哋講過，其實好多都唔係新嘢，只不過係嗰個威力以後會發生好明顯先嘅。以後可能乜嘢咧？其實因為我哋已經做緊嘅，叫做喺中文教學入邊嘅整本書閱讀，我哋唔會再讀單篇嘅課文，而係譬如喺北京有部分中學嘅時間，成本《紅樓夢》可能揀3至7個章回。全班喺中學，全班一齊讀啊！而讀嗰時候咧，第一次讀嘅時候咧，唔需要帶有任何嘅目標，純粹係追求閱讀嘅
浸淫同埋嗰種閱讀嘅暢快淋漓嘅感覺，讀得暢快淋漓，即係意思咩咧？落堂啦，唔使講，唔好啦，讀多陣先啦，讀多陣啦，咁樣叫做暢快淋漓啦。啊，呢一啲，而家我哋香港課堂近乎唔會發生嘅，但未來嘅課堂將會大量地發生。點解啊？因為深度閱讀先至係真正令到我哋嘅學生嗰個智力成長嘅關鍵嚟嘅。簡單嚟講，我哋未來嘅中文教學咧，喺人工智能時代，我哋嘅作為人同埋人嘅教學咧，必定係需要更加之多嘅溫度。咁時間唔係好多，不過我都希望咧分享多少少咧我哋嘅課程啊。咁因為在座各位都係想聽課程咁啊，但我一定講緊啱啱，即係我寧願花啲時間講緊啱啱嗰啲教育嘅趨勢。嗱，咁香港大學本身都係一個好有溫度嘅大學啦，即係我哋香港大學本身就係一個好多故事同溫度嘅大學。咁好多同學會問啊，即係我哋嘅中文教育係學啲乜嘅咧？嗱，中文你哋學啲乜？我哋學啲乜？大家知噶嘛？係咪？即係中國語言文學嘅文化。但係教育學啲咩咧？教育咧，特別係語文教學咧，我哋主要學課程、教材、教法同評估。其實啱啱我哋嘅展示咧，已經展示到呢一個模式㗎啦。課程、教材、教學法、評估，然之後咧，內在心理認知、外在嘅社會環境，大家會知㗎啦。咁然之後咧，我哋要講下香港大學嘅優勢喺邊度？第一，我哋中文教育嘅同學5年制咧，我哋嘅中國語言文學嘅文化咧，係喺文學院同文學士嘅同學咧一齊修讀，係唔會分開嚟嘅。所以我哋嘅同學喺教育學院就係主修中文教育，喺文學院就係主修中國語言文學及文化。啊，不過咧，我哋中文教育學生喺文學院咧要讀嘅必修嘅科目嘅數量係多過淨係讀 BA 文學士嘅同學㗎。咁呢個因為中文老師個底子要求更加之高啦嘛，係咪？咁然之後咧，我哋教育學院嘅師資咧，亦都係全香港各間大學入邊咧，專門做中文教育嘅師資係最多嘅啊！牽涉到嘅學術範疇亦都最廣泛。咁我哋係個5年制嘅課程啦，咁喺啱啱講過啦，喺文學院咧就主修中國語言歷史及中國語言文學嘅文化啦，喺教育學院就主修中文教育。咁畢業之後咧，已經能夠同時獲得本地嘅小學同埋中學嘅教師資格㗎啦，啊，中國語文學教師資格㗎啦。咁我哋嘅課程咧，教育學院主要係讀中文教學法啦、沉浸課程啦、教育研究、教學實習，啱啱都會好多展示。咁喺文學院咧就係語文、文學同文化。咁另外咧有大學生課程啦、語文真言同埋人工智能嘅必修科。咁人工智能而家已經係全個香港大學嘅必修科嚟㗎啦。咁包括一門即係3個學分嘅係一個全國大學嘅普遍嘅人工智能入門啦。然之後3個學分咧係科目為本，譬如教育為本嘅人工智能嘅科目嚟嘅。咁大家會發現到咧有個叫自由選修或輔修科啊。嗱，咁要陣間再講。不過咧喺教育學院嗰度咧，我哋嘅同學喺2年級嘅暑假係會喺內地著名師範大學參加語文沉浸課程。3年級或以前咧要參加個體驗式學習單元。咁然之後咧4年級喺小學實習10個星期，5年級喺中學實習10個星期，係冇得揀話淨係去小學、中學，兩邊都要去晒。所以我哋要求都幾高嘅，因為教6歲同教18歲係唔同嘅，啊，非常之唔同。OK，咁然之後咧，呢個係喺內地嘅境外內地嘅語文等課程啦。咁除咗學普通話之外咧，仲有好多歷史文化或者教學法嘅探究嘅。體驗式學習科目咧係3年級或以前要做嘅。咁呢一個體驗式學習科目咧，好多同學會問係咩嚟嘅？呢一個咧係你要參加一個科目，呢個科目咧係同教育有關，但係咧就係脫離咗一個正常嘅課堂環境嘅，而俾各位同學見到更加之多教育的可能性。因為除咗課堂嘅教學咧，教育係方方面面都會發生嘅。因為教育嘅本來嘅定義就係知識嘅剪裁同埋傳承，係不限於學校嘅，全個社會教育發生緊嘅。咁我哋嘅同學咧，多數畢業之後都係喺中小學教書。咁而家如果喺香港嘅呢個係全香港都係㗎，不限於港大㗎。學位教師起薪點係35,000蚊。咁啱啱都會提到啦，即係香港大學嘅中文教育課程其中一個優勢係咩咧？就係我哋有48個自由學分嘅，即係話咩咧？各位除咗係主修中文教育同埋中國語言文學嘅文化之外咧，仲有48個學分你係可以設計自己嘅輔修科，即係話你方案1你就繼續攞自由學分嗰48分咧，去繼續讀更加之多同中國語言文學或者同中文教育相關嘅選修科啦。方案2可以攞呢啲自由學分去設計自己嘅輔修科。輔修乜嘢啊？任何港大可以輔修嘅你都可以揀，都可以揀。不過要記住啊，輔修嗰個代表你
需要完成嘅科目數量比較少，但係深度唔會變淺㗎嚇。所以你話啊，我中學時未讀過化學嘅，而家我想副修化學，其實係好艱難嘅啊，因為你本身個化學底咧，因為你去副修嘅科目咧，同你同班啲全部都係主修嗰啲同學嚟㗎啊，咁所以千祈唔好突然間話啊我中學時讀文科嘅，而家我對化學好感興趣，我想讀個副修化學，咁你入到去咧就啲成績就即係都幾坎坷㗎啦咁樣啊。不過咧有一啲係大家平起平坐，即係大家係同樣係零起點，譬如咩阿拉伯語啊、泰語啊、佛學啊呢啲，大家都零起點嘅嚇。咁呢啲就冇乜要求，但係好似一啲化學啊、物理嗰啲咧，通常係有一啲本身學科嘅要求嘅嚇。咁所以有興趣咧，亦都可以關注其他學院嘅教學。然之後咧，我哋嘅同學特別多咧，係參加交換生計劃啦、課外活動啦，同埋我哋個本科生研究計劃，即係本科時期已經開始動手做學術研究㗎啦。咁我哋有同學5年級已經發表學術期刊文章，咁呢個同學而家就已經讀緊博士㗎啦，已經喺 UCLA 讀緊博士。咁最後啦，各位同學，如果你想知自己適唔適合當老師咧，其實原則好簡單嘅啫，品行良好啦，喜歡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然之後一定有創意同想像力，啱啱都會提過啦，有團隊協作精神，願意深究教學法同埋教育課程設計理論嘅。啊，咁如果係聯招嘅話咧，我哋要求係要有廣泛嘅文學閱讀嘅積累。嗱，你本身係讀文科或者理科，我哋一啲都唔會介意嚇。即係你話我讀理科商科嘅，我啱啱讀中文教育呢個完全冇問題嘅，因為你啱啱見到教育係一個好多元結合嘅專業嚟嘅。咁但係咧，中國語文科成績一定要好。點解啊？因為中國語文科嘅成績咧，將會係先按照香港嗱所有嘅成績咧，將會先按照港大嘅方式折換咗，譬如5星星等於8.5分啦，5星等於7分啦，然之後再有個加權，即係話咧折換咗港大嘅分數之後咧，再將中文科嘅成績乘1.5嘅啊，咁所以呢個就係上年收生嗰個情況，咁大家可以睇下。OK，如果係非聯招嘅，譬如內地高考啊，或者 IB 國際文憑，我哋就可以睇翻相關嘅網頁。咁真正嘅關鍵係乜嘢咧？一定要喺考試入邊包括咗文言文。OK，咁如果有乜問題咧，就可以問我哋嘅同學或者老師。